我哋提供全港上門清洗冷氣機及保養服務，不收取偏遠地區費及任何附加費。第一步，提供冷氣機全面性檢查服務，確保設備正常運作。第二步，清洗過程前會使用防水裝備來保護周圍的環境及家私。第三步，拆卸並清洗冷氣機外殼的內外部表面，去除污漬和灰塵。第四步，清洗冷氣機的隔塵網，去除灰塵和污垢，確保空氣流通順暢。第五步，使用高壓水槍徹底清洗室內機，去除深層污垢。第六步，檢查並疏通冷氣機的排水管道，防止積水及漏水問題。第七步，提供免費加雪種服務，恢復製冷效率，節省高達30%電費支出。第八步，完成清洗後，再度檢查冷氣機各個機件，確保運作完全良好。第九步，完成檢查後，清潔現場不留痕跡，確保環境衛生。第10步，我哋提供1個月保養服務，期間若有任何問題可再免費跟進。如果有任何查詢或者問題，可以隨時 WhatsApp 聯絡我哋5106-1986或者5686-7225。